會由香港壓力應援第四季感性與理性第9集身體參與。上集提及法國當代美學大師洪植耶，佢提醒我哋要有好奇心同關懷，打開連我哋都唔知道我哋唔知道嘅嘢。論語有啲表述相當艱澀，例如知之為不知，無論我嘅解讀準確與否，好似洪植耶咁講，能夠知道自身所不知道嘅，先至係智者。洪植耶反對精英主義，認為人人都可以有藝術家嘅見地，打開前所未有嘅視野。至於豐子愷，則認為人生於世界嘅一角，視野被限制，所以先至有各類專門嘅學科，好似藝術專科。則言之，精英主義同生活圈子導致人容易被各類魔咒所捆綁。之前提過，現代學科分類亦導致人難以喺日常生活中感知更深層次、更廣袤嘅生活底蘊。分科 discipline 同規訓英文嚟講係同一個詞。高中開始分科，大學更不在話下啦。而且職業導向與否非常明顯。我以前開放日介紹學科，其他科嘅同事都會介紹舊生中嘅名人。其實文學院職業導向相對並不清晰，所以我索性唔講呢一筆，完全以對文言嘅興趣嚟到導向。現代理性建基於分科同權力規訓，說明咗英國文言推動跨學科同埋陽性感性與理性之間嘅區隔係幾咁革命性嘅。呢點需要更多解釋。首先，現代理性源自歐洲17、18世紀嘅啟蒙運動，而啟蒙運動唔單止推動咗現代理性，同時又係現代性嘅核心。侵氣再提，喺香港有啲人仍然講緊後現代，其實喺學術界後現代早已明日黃花。例如，我喺英國1990年代中一個大型嘅跨學科會議幫過少少手，喺裏邊已經見證咗以去傳統呢個概念取代後現代。原因提出嚟所謂嘅後現代現象，其實並冇構成對啟蒙理性嘅背離或者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不過啟蒙理性又的而且確構成咗對中古思想嘅範式轉移。例如啟蒙嘅範式包括推崇世俗主義、人性同大都會生活方式，而且最重要係自由，一種不受權力壓迫嘅自由，包括今日熟悉嘅貿易自由、言論自由、發揮個人才華嘅自由同藝術上表述嘅自由。簡單嚟講，就係將價值觀同生活權威從中古基督宗教同教會轉移到個人嘅潛能上面啊！趁未再提，哲學家康德喺1784年投稿去一份期刊，解説乜嘢係啟蒙運動。佢話人不能只管聽命他人，要通過探索知識，從自身生產出嚟嘅知識構建人自身嘅本質同形象，做個成人同負責任嘅人啊！要留意呢種範式嘅轉移發生喺處境嘅轉移上，即係由農村社會轉移到城市化都會式嘅生活。農村並冇多大嘅流動性，上一代務農，下一代順理成章會繼承。但城市由於商貿發展，流動性強，社會結構變得複雜，例如出現新興嘅中產階級，喺當中嘅教育水平日漸提升，挑戰基督宗教同教會嘅權威。原本神學係眾學科之母，哲學家黑格爾同謝林都係讀神學出身嘅，但係17世紀自然科學同科學方法發展，因而提高咗實證知識、數學邏輯同科學理性等嘅地位咯。笛卡爾嘅極端懷疑主義指完全唔相信權威，凡事未經嘅我邏輯思辨後證明存在嘅個人根本唔需要接受㗎，因而將腦袋思辨同身體知覺越拉越遠。點樣先至可以保證客觀存在嘅事實呢？主要講究係研究方法正唔正確，先至能夠攞到客觀嘅數據。
例如社會學建基於客觀而冰冷嘅理性，講求各式標準同量度單位嚟到理解現代工業化社會結構同推動力嘅規律，包括快樂指數都係以量化數字將一堆問題列表出嚟，例如樂觀程度、社會俾人嘅安全感、正向情感、身體健康同自我滿足程度等等。數字化量度單位當然好似好客觀，但係感受同健康程度等其實未必可以咁樣表達出嚟之餘，更加標示唔到人同佢具體生活世界嘅關係，反而將佢哋從處境裏邊異化出嚟。社會學原本係源自文學，尤其係寫實小説，但係為咗提高權威，因而向自然科學嘅方法學靠攏。如果我所處社區因為鄰居怪異行為，特別俾唔到我安全感，呢點可能完全反映唔到喺整體嘅快樂指數上。雖然呢樣嘢對我生活快樂與否影響好大。事實好多社會調查同自上而下嘅政策推動都出現呢種異化問題。所以現代抽象理性必須同身體知覺相配合。正如萊斯可夫所講，說故事者以知行合一為宗旨。故事建基於生活實在得嚟嘅感知，而唔係靠抽象理念去構想故事啊！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好少講知識同認知，而會用感知，因為知識同認知都可以限於頭腦層面嘅認識，而感知除咗頭腦上邊嘅知識，更加涵蓋人其他知覺上嘅感想。我又傾向講反省、躬身自省。表明以身體整體具體咁檢視我哋有過嘅經驗，感知同身體整體咁參與，意指全人沉浸生活經驗裏面。以前做研究生，其中一位導師洞察到我讀某學者嘅著作時，會沉浸其中，至少嘗試進入學者嘅世界。呢點或者可以算係我嘅優點。時至今日，當我被某作者嘅著作吸引，例如鄂蘭或者阿金本，我會好似追劇咁死跟佢哋嘅著作。而我嘅感悟係，既然知道有樣嘢叫走火入魔，但係如果冇深入同熱切咁置身其中，反而更容易不能自拔。經過一番努力同刺激之後，停低一段時間，遠觀一下，反而會釋出一啲屬於我自身嘅體會同埋評價。好多時我會詰問自己，點解對某啲人事物會有好感？我就會整體咁投入研究一番。一個人嘅判別能力，無論喺生活上一般嘅抉擇、認識啲人嘅性格，抑或學術同政治上面嘅判別力，我都係咁樣累積過嚟。水過鴨背式嘅經歷生活，抑或學習也好，難以期待會為我哋帶嚟深切嘅感悟嘅。具體唔單止相反於抽象，而係以生活上邊可知覺嘅事實說明，甚至引申到其中比較抽象同難明嘅道理。問題係具體嘅感知會唔會太過主觀，甚至以個人情緒或者傷感主義嚟到去理解事物嘅道理呢？睇中醫有個講法，話你同某個中醫夾唔夾，但係睇西醫就從來唔會有呢個問題，只會講某西醫斷症或者用藥得唔得？點解呢？因為西歐醫藥建基於啟蒙普遍理性 （universal reason） 呢個信念上面，強調所有個體共享同一理性，從人嘅心理或者人性特質出發，觀察世事中隱而未現嘅真理同事物定律，個別在地嘅獨特性，因而逐步被普遍理性所取代。至於中醫對人體個別分類比較細緻，必須仔細咁樣問診觀察，包括以對母親有潛在威脅嘅方式處理孕生。而西醫直至最近仍然認為懷孕只係身體自然功能嘅一部分。
所以講故事，尤其係自身嘅經歷，喺選材時，我哋要先從生活實作體驗開始，唔好俾所學過各種講論或係社會上普遍採用嘅概念生硬咁解讀我哋嘅經歷。換言之，以自身整體經驗去檢視我哋自身個別嘅經歷對你嘅意義。可惜唔少人都習以為常咁，被社會上固有嘅諗法同概念誤導，失落咗自己。喺英美，好多有志嘅同路人都會選擇讀政治學或者社運研究。其實呢啲學科分類只會約制人嘅想像同埋行動，唔一定幫到你達成志向嘅。從個別經驗講自身故事，唔等於摒棄普遍理性，而係由自身經驗同人，包括自己對話，從對話判別同認識自我，然後發掘箇中真理，以自身目光力擎自身故事，連結他人，好重要嘅。再聚。